关心天气，这温度搁降，水起来，这合欢山昨开始又搁再落雪。过来就要过年啊！这气象署嘛表示讲，礼拜有先有一阵强冷气团来到轨，强度受到大寒寒流的程度。中部以北可能会达到-10度，提醒民众过年都要穿较少咧。合欢山规片白茫茫，袂输那个来到人间仙境，真有寒人的气氛。当地饭店业者表示，合欢山对拜三暗时6点开始落雪，一路落到拜四透早7点，涂骹的雪已经累积到3.9公分。昨晚6点多开始下雪，累积到今天的早上，目前积雪厚度约3.5公分。也若北地的天气，气象署表示，拜三到礼拜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各地低温伫咧19度至17度左右，是小可凉冷的天气形态。不过到后礼拜一为落暝的前一天，到时会有一波寒流影响台湾，北部宜兰地区无90度，中南部和东半部温度嘛刚10度左右。气象署提醒低温会维持到后礼拜三初一迄天。如果在一个是除夕啊，另外是年初一的清晨哦。因为这段时间呢，可能在中部以北以及宜兰花莲会有来到10度以下的低温，在比较近山区空旷的地方，就可能会在低个2-3度左右，所以是有机会再出现更低的一个低温发生的。落雨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拜四到后礼拜一这段时间，北部、东半部水气多，云真高，随时会落雨，一直到2到暝，全台会转做大冷的天气。气象署提醒民众要特别注意过年时的天气变化，要穿好少，避免感冒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